隨住政府大力推動盛事經濟，訪港旅客持續增長，一線街鋪租金連續錄得升幅，核心地區黃金鋪位將更為搶手。今次同大家介紹嘅全棟出租物業係位於加拿分道53號，物業樓高4層，連同戰略級廣告位招租。物業地下為黃金商鋪，2至4樓為寫字樓空間，每層建築面積約1110至1404平方尺，合共約4861平方尺，集零售與辦公室空間於一體，滿足企業多元需求。物業位處尖沙咀區一線位置，毗鄰高級寫字樓、大型購物中心及零售商店，亦係跨境消費核心區域，完美承接高鐵站抵達旅客，人流澎湃，亦係理想嘅營商同埋投資選擇。特別一提嘅係物業外牆配備大型電子廣告屏幕，為廣告商提供獨特而且搶眼嘅宣傳平台，堪稱全港最強嘅廣告位之一。有興趣嘅朋友請馬上聯絡美聯工商鋪。